今日咧就傾一傾中國股市啊，因為點講啊？呢一段時間咧就長期咧就有推嗰啲視頻過嚟咧講中國股市咁啊，所以咧我今日咧就特登因為呢個問題咧，我就去問咗 Claude 同埋ChatGPT， 因為我有我自己嘅諗法啊。因為我覺得咧，即係而家中國股市嘅話，我自己係睇唔透嘅咁啊。但係咧，中國係一個政策市啊。咁而家官方咧大力咁樣去推動呢一個市場股票嘅市場嘅情況下咧，我覺得係應該係有啲機會。但係我個人咧就因為對個股嚟講嘅話，我係即係唔識睇啊，所以我就問一問兩個 AI 佢哋點樣睇，因為我覺得咧。如果我係真係睇唔透呢一個股票市場裏邊嘅個股嘅情況下，但係我又想投資A 股市場嘅話，我應該點投資？我選擇咧係投資 A 股嘅指數，因為而家官方長期講話長期3000點係唔得嘅，咁啊所以咧，我覺得而家官方主要係針對呢個3000點。咁既然係針對3000點嘅話，我哋不如就着重將個着重點放喺個3000點嗰度，所以咧我就同 AI 講咧，就係話我並不是咁睇好個股啊，因為個股嘅話即係風險太大，所以我都係話投資中國嘅股指，就問呢兩個 AI 點睇啊嘛。咁啊，我哋先睇一睇 Claude 佢係點講啊？你呢個想法咧就挺有戰略眼光。中國市場確實係典型嘅政策市，短期嘅波動大，個股嘅風險高，但指數投資能分散風險，揸住整體嘅趨勢，尤其係在官方多次強調長期3000點不正常，上證指數長期徘徊在3000點以下，被視為低估。咁啊，加上2025年呢，證監會主席吳清上任後，推動一系列嘅穩市改革，如優化貨幣政策工具，鼓勵長期資金入市，深化科創板改革。市場預期確實回暖啊！數據顯示咧，2025年上半年上證指數已創近10年新高。滬深300等指數也受益於政策支持，漲幅超20%。你對個股不看好，很理性。政策雖利好，但個股嘅分化嚴重，選股難啊！指數更能躺贏，整體回升。我嘅睇法，指數投資係當下不錯的選擇，係穩中求進。利好因素，吳清強調穩字當頭啊，包括防風險、促發展、優化穩市工具啊，如結構化貨幣政策，這會增強市場嘅穩定性。咁啊，2025年嘅155規劃中，資本市場被定位為支持新質生產力與科技製造業升級嘅關鍵。指數估值收復空間大，滬深300當前嘅 PE 約12到15倍，歷史新低，風險低。政策市意味住不確定性，如中美關係、地緣因素。指數雖穩，但波動仍大，建議分散配置，長期持有至少1到3年，別 all in 啊！呢個總體建議，如果你係中國大陸投資者，優先購買 ETF 交易型開放指數基金，手續費低，佣金加少量管理費係0.15%到0.5%每年。流動性好，佢可以像股票咁樣喺2級市場交易，而且 T+1 結算不如 ETF 啊，指數基金也可啊，但係 T+1。指數基金嘅話咧，個代碼咧，佢哋滬深300代碼係000300啊，指數本身 ETF 咧就510300或者係510310啊。呢個咧就係Claude 對我提出嘅疑問嘅一種回覆。咁我再講一講就係ChatGPT 嘅。
ChatGPT 咧，佢第一時間咧，佢講咧就係話呢一個咧係佢話，因為我之前同佢傾開啦嚇，中國本土可以買嘅指數最適合你嘅版本啦。咁啊，即係佢講佢比較適合我，因為我係比較希望穩定嘅。咁啊，所以咧佢就係咁講。咁佢而家咧就係話最穩陣嘅咧就係滬深300，咁啊叫做 CSI 300啊。咁佢咧就講係呢個政策市嘅重點指數咧就係金融、消費、醫藥加白酒權重，波動少過中證500創業板，長期最受機構養老國家隊支持。中國可以買嘅 ETF 咧同頭先講嘅一樣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係話喺呢一度咧，佢就係總結咗一下咧，就係有3部分。佢就係話，即係我嘅投資方向係冇錯嘅，比較穩陣，係嘛？唔睇個股，睇指數，因為而家係政策扶持。咁啊，佢總結3點咧，一個情緒嘅底部啦，一個係政策嘅底部，同埋一個市場嘅底部。咁啊，情緒嘅底部咧。咁啊，2024年底就已經出現啦。過去1年咧 ，A 股情緒極差，人民幣外流，新基金發行萎縮，新股招募暴跌，大量嘅投資者清倉離場，包括我啦。咁啊，通常情緒跌到低谷，即係意味着短期底部出現。咁啊，政策底咧，基本可以確認你關心嘅佢咁講啊。過去半年，中國已經出現咗更換證監會主席最重要嘅信號。歷史嘅經驗，每次換主席大概率意味住市場要托一下。國家隊頻繁入市托盤，中央嘅匯金啦、證金啦、大型嘅公募 ETF 啦，集體買入滬深300同埋中證500，鼓勵長期資金進入養老金、險資、銀行、理財，明確加倉 A 股。IPO 收緊，嚴查高頻交易，嚴管量化。減少市場拋壓，所以政策底係99%已經確定啊。咁啊，市場底咧，真正上漲咧就未完全確認。政策底唔等於上升趨勢，政策底代表嘅係政府唔想 A 股繼續跌。咁啊，並不代表一定會長期牛市。真正嘅市場底需要經濟數據嘅回升。公司盈利恢復，房地產拖累減弱，外資嘅意願回流，咁啊呢啲暫時未見到，所以短期反彈可能性大，但長期仍係偏弱。咁啊，建議投資係嘛，都係一樣啊，同 Clocker 一樣。所以咧點講咧？根據呢2個 AI 嘅幫手嘅判斷啦，係嘛，所以同我嘅諗法基本吻合，咁分享俾大家。如果係話大家依家中國政府好多專家都喺度講啊，大家啲存款咁多係咪咁講啊？你淨係攞去存又唔得噶，係咪？分分鐘咧會貶值噶嘛，係咪？有通脹壓力。雖然而家通縮係嘛，但係以後都可能會有通脹嘅壓力。咁啊，錢放喺度咧，依家國內嘅利息太低，係嘛？咁你總係要搞啲投資咧，咁先可以錢揾錢，咁啊做嘢唔使咁辛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今日講呢個視頻最主要係講係話我對中國市場嘅一種睇法，係嘛？對於個股嚟講咧，我暫時嚟講真係睇唔到有咩好值得去投資嘅股票。但係我覺得既然係政策市嘅話，政府已經係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去強調要提振股市嘅情況下，呢個指數係必須係第一時間拉升嘅，所以投資指數我覺得係比較穩定嘅一種投資方案。希望睇到我呢個視頻嘅朋友都可以，大家喺新嘅一年準備到嚟啦，喺新嘅一年大家都可以揾多啲，係嘛？好嘅，係咁，拜拜。